今天 CA 案他没有到立院接受备询，怎么看？马上议华他需要去吗？他是主管机关。我不晓得，通常是这样的。我觉得说很多东西都议华他不需要备询嘛 ，yes or no 嘛，要不然他就变大号的吴怡民了嘛，就这样。回答蔡英文的话，也可以回答时代力量。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所作所为是哪一条有违反台湾的主体性、违反台湾的优先性，到底是哪个地方嘛？你要，我是外科医生，你知道吗？你就讲1、2、3、4，具体的事项，不要用那种叫 non-specific 非特异性的一个定性的描述，听那个听不完，至少看起来说贴标签而已。不过有事不能接受你的两岸一家亲。是这样，两岸一家亲哦，这第一个它不涉及政治，第二点是这样的在整个两岸关系，特别是我从来不认为有单纯的两岸关系，它是在中美对抗的世界大局之下去思考台湾的定位问题嘛，所以我们不会去故意说全部压一边嘛，所以两岸一家亲它只是留下一个回旋的空间，表达一个情感上的善意，但是对于国防经济我们该准备的，我们这个还是我们要去处理嘛，所以并不是说我常常是这样的做实事比较重要，这个是我们一贯的从头到尾一贯的态度。有媒体报道说，您拒绝跟其他友好的小党组成一个政团是因为担心2024的这个总统的推荐门票要算谁的？这个部分你怎么回应？就是这样的，常常讲的人我最讨厌人那种听说传闻然后什么叉人士，把名字列出来。讲话的还是跟其他小党，我就是这样的合作当然都合作，怎么合作当然是这样所以我给他这个我就涂鸦在台湾台湾都是什么传闻有人说、听说大家全部把名字列出来。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最好？你觉得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最好？如果要合作的话，其实会这样，合作常常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程度的合作所以共荣是一种精神。从共荣，第一个荣是容易的荣嘛，可以互相容，可以容忍，然后再来才是共荣，融合的融这才是光荣的共荣。所以我大家觉得这样的，很多事物在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合作程度都可以谈嘛。是的，蓝绿推两边，民众摆中间。蓝绿推两边，民众摆中间。台湾民众党，加油！台湾民众党，加油！那你们现在有没有预估，就是你们的立委到底可以得到几席？然后另外还有的就是在区域立委的部分，区域的立委的部分，现在面对蓝绿两党，他们有庞大的组织跟资源，那你们现在要怎么去突破蓝绿的两党的夹杀？在目前的宪政体制之下，你知道单一选区2票制，你知道你想想看当时我们第7次修宪是国民党跟民进党2个共同修宪成功的，所以也就是说，当时那个修宪目前这个制度就是对国民两党有利，因为当时一定是等于是2个合谋，你知道来确保压缩台湾第3势力的出现OK， 所以在区域立委的确是像在蓝绿各有在版图已经占据的状态下，要突围的确是有难度，所以我也认为它是一个很困难的一步，但是这样的凡事要有第一步，所以我们还是要谢谢这些年轻人，你知道，现在在座其实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愿意出来挑战这个困难的任务，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他最大的鼓励。那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很多事情做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做一定不会成功，这也是我每次在跟那些年轻人的演讲当中拿着一日双塔的故事出来讲。你想想看一日双塔一天要骑520公里。你问我在富贵角灯塔上车的时候，开始骑的时候，你问我说，你有没有把握可以骑到鹅銮鼻？答案是，谁知道？问题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骑过，怎么知道说我们能不能在一天骑520公里？但这就是那一句话，你知道，做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做一定不会成功。想要因为你这次的提名策略，像是有提这个后里或中正华这种，民进党他礼让实力的地方，或者是挑松信啊这样国民党优势地区，是不是有要刻意对民进党表示友善？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波的我们会继续，还有第2波、第3波嘛会陆续提名，甚至还有这不分区。其实很清楚的，你知道我们不再是把蓝绿当作唯一的政治思维
我们开始把高举国家治理这个理念了。所以这是你看看哦，我们每天晚上看 call in 节目，你知道吗？这也是我当台北市长一直很大的感慨，你知道。我当台北市长，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讲，不管是国民党的议员、民进党的议员，甚至其他党籍的议员，只要他讲的有道理，你知道吗？我们在行政部门，你知道，都会给他一视同仁哦，该做的都会做。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哦，像你刚才在讲那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其实你知道哦，在不管你喜欢他或讨厌他，当你一直在讨论他的时候，就表示说你的思维已经被他牵制住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一样，在这个地方再讲一遍呢。从1994年台北市长那场选举之后，20几年来呢，整个台湾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蓝绿的泥淖啊，这是我们一定要。但是这一关没有办法过的话，你知道吗？我们就继续在那个泥淖里面沉沦，这不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在一次又一次的呼吁，你知道吗？我们必须脱离蓝绿的泥淖，台湾才能够大步向前走。他想选的话，国董会全力支持他。那民众党是不是会全力支持王院长？我想这也是大家讨论过再回答嘛。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这种重大题目，你知道我们也不能在这里随便跟你回答。说很多事情嘛，大家因为当时是大家是一致支持郭台铭选嘛那现在如果情形不一样，那就大家再讨论嘛。昨天那个王院长他是有回答说，如果没有形成大联盟的话，就也不可能来帮这边的立委来助选。那想要问一下，现在郭柯王大联盟现在讨论怎么样？还有在跟郭董联系吗？所以是那个问题嘛。其实当时因为那个郭台铭要退选，你知道，对我们来讲也是 shock， 你知道那我当时他有事先有跟我讲的，但是我跟他讲说。闽南话讲金石环板，你不要听给，等于这种重大决策之后，你知道，如果大家都在震荡，你知道，所以这也是我们，我以前是外科医生，你知道，做决定都是30秒的，但是当市长以后，至少这个习惯慢慢被改掉一点，你知道，所以遇到这种重大事件，你知道，应该是双方沉淀一阵子，沉淀个几天，然后大家再坐下来重新讨论，这样会比较做出稳定的这种决策。所以我也很明白告诉你，就是说。从郭台铭先生宣布不选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因为当时我就跟他讲说，你看挡一下，最好去休息一下，等下那我们再大家比较沉淀一下，我们再来重新讨论了。